除。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中国创新投资公司主席向心翁仔某伫台湾被指控涉嫌犯国安法的洗钱罪，被限制出境。伫台湾将近4档，高等法院这个月做出裁定，判2个人无罪，取消2个人限制出境的规定。所以因翁仔某伫早暗已经坐飞轮机回去香港。总算放心啊！10日暗时，中国创新投资公司主席向心江庆翁某赶紧杀行李箱，准备回香港。这一行因已经等1432天了。会有委屈吗？现在顾不上想了，先回家重要。2019年，这自称是强谍的中国查甫人王立强向欧洲媒体表康，受向心翁某指示伫台湾做情报工作，想要介入2010台湾的总统大选。多伫台湾的向心翁某，就安尼依照台湾的国安法起诉，佮限制出境。后续检方佮怀疑2人涉犯洗钱防治法提起公诉。检察官提起上诉所举事证，仍不足以证明被告2人确有违反洗钱防治法犯行，其上诉为无理由，应予驳回。羁留台湾将近4年，高等法院这个月做出裁定，判2人无罪，佮取消2人的限制出境处分。迄时阵，香港《苹果日报》总编辑卢辉讲，把指控向心翁某做间谍情报。17也透过香港媒体公开回释咧，指出迄时阵报道内容无经过纠正调查。不过有开心的事，昨天这个香港那个《苹果日报》的前总编辑罗伟光登报向我们公开道歉。向心讲，等于第一件代志就是先看查某囝甲爸母，因为已经真1年无看啊。最后进入关节区进行，伊心情放轻松，佮会手向台湾道别，总算得到自由了。记者综合报道。